做调查，过到上60岁嘅大哥大姐，就算退休嘅，还係想要學新嘅東西，佢有自我突破嘅熱情。發揚同學會20世紀3種挑戰，向下討論選出一個項目，大家使忙勇敢完成。準備了，推能向下展開一場去派對追夢里程。木叫了哈，木叫哈。你干嘛你？系啊，本身啊，本身啊。你真的爱打击哦。除了歌唱班，因为歌唱班呢较吵，还是想讲该出改歌，唔可以专门唱歌嘅，就改歌按到花劇團，花劇團所以演按到三腳採茶。江一山老大也喺挨扮演，吼，劉雅琪也小俊啊，吼，做唱班呢。阿祖就敲我，佢講你用啥嚟演一出話劇好冇？我講好啊，做得來，突然開始演起來啦。你一句話咪講演前不如訓練啦，我就去訓練啊，行下前啊，做乜嘅我就會超級啲啊，就像姊妹一樣嘅咧。歌謠班就讓開始而成的，我就加入去嘅時間，一隻就引入來，那個牙齒就慢慢入來啦。行開始會想到，錯吼，你打電話俾阿祖子，然後迄個牙齒咪吼，上海醫生姐姐就講，我來了嘛，安尼。離開法龍，有一團咧冇見面，過了沒幾年，因為屋卡發生嘅事情，會主姐阿叫做人啊帶出來，向下所以還會抽隻時間專門做我哋度班長，在我哋度按多扎，什麼我嘅班長，什麼我哋發給他。可以讓我帶出來，讓我心情較開揚啦。今日來到苗栗頭份，我去上下里嘅發通中心，現在一拜訪嘅4月姐姐，聽講呢，伊能不時會去一間發通中心，能夠登上去參加發通哦。我都想去了解，伊能係用嚟熟識嘅，能夠做乜暗號去參加發通呢？照亮兩間好木床，羅漢阿送過啦，老家冇出來咧。對咧，要他老婆喊一聲，喊嗌我鳥無他作故都出太他，老後故做乜嘅？根本要擘緊一點底毛啊！係啲，你幸福嘅，你咁妹啊，咩好進來？哎呀，難道看到眼叫唔啲好出來？係啲，見到咩啦？你捱把人哋嘅你幸福嘅咩嚟啊？係咪就呢度變祝賀？你祝福啊，有嚟笑喎。哎呦，我估嘅啊，見到嘅人正講你幸福嘅咩嚟啊？係你又喺度變祝賀？哦，我還沒開始喎。你開始哦，開始做的，我啊，仲正講講法哦。會啊，愛落嘢，我依賴。是扮哎呦，俺不做，沒真的參加。係啊。也是阿姐本身係個標零沙，因為佢調去參加沙期度嘅各種發通團沙團，下後路變做歸情歸好嘅好姊妹嘢。韓國冇想到嘅係，有送姐、地主姐同亞旗姐，其實實體強健向着創作過喎。咁人家還記得講能上見面度多嘅時間，對大家印象係乜嘅？我前頭到紡織廠家下嗬，我就除了牙齒嗬，幫我講啊，特別就做個動講。哎呦，係一下未可能知道，都講講。有擺嗬同事嘅結婚啊，按去食酒嗬，去做動講哦，坐墊子端莊哦，佢就方式夾方式識啦，佢出坐墊點點嘅，不愛影響佢就會按樣先咧。係哦，
有哦，干不要有事情哦，完全没印象。刚刚哦，慧珠姐哦，大拜上班噶，一定那凤飞飞的帽子，然后喇叭裤，然后反正很中性，就是头发这样当辫呐，辫，爆炸头，那时候是流行啊，像我我俩什么用，我有按用讲，按打扮，嘿。刚后来呀，喏，小君姐讲嘢，跟他日本来的时间，其实讲，去就跟那个客家歌谣班啦，歌谣班还讲好啊，那边有兴趣，阿婆每次入来，慢慢的也是有点下个话剧团啊，跟雅琪姐喏，用的想要讲嘢，我没有想要加入的，对，那是因为家里发生了一点事情，走不出来，因为先生往生了，对啦。他是透过没有跟那个健保给用真的没，佢从来唔是用过，佢本身就好食酒，佢搭摆出一个卡棒样把定，保特瓶嘅水多睇，出底杯一罐酒，就让把定这样吃到后杯，我说我不反对你喝酒，可是你不要喝那么多。最记得说，Honey没关系，天塌下来有我，对，然后就是因为他比我先倒，那我就是所以依赖性太重也不好。你现在叫我怎么讲，我说不上。所以我要去记得向我讲，跟姨姨那个小牙齿带出嘛，所以我是去问伊讲有兴趣嘛，后来就慢慢的行出来了后，就入来了话剧团。我们那时候真的不懂得笑，我就觉得就是这样，就对，然后班长们就说：“你不要脸臭臭。”刚开始所有照的相片都是这样，都没有半点笑容。所以说我每次跟他们讲，我说我庆幸有你们，有这个话剧班，真的。所以说我每次讲说谢谢他们，真的有他们，我记得我哭了，真的有他们，真的快乐，可以让我带我很多的欢笑，知道吗？你想讲同他这个阿祖凶害，结果他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啊，好当家。唔记得当家，系哦。每个人来参加社企嘅活动，都有人能自家嘅原因。有嘅係為到愛行出悲傷，有嘅都搶係為到興趣，來體驗尋到安頓自家身心嘅畫本。阿哥啊，我聽下要整啲杯茶，用咩做得？等佢生啊，好。你後生啊？哎呦，好心掉嘛，執到腰喎！哎呦，啊你好有緣咯，很好喲。啊，能夠去如係慧珠姐下，喺部分下誒，咁唔到安排咯。我從細就對戲劇就深入興趣，細嘅愛去上山摘茶，就買把樹去唱山歌啊，打採茶啊，我行2點鐘咧，一定要把門冇辦法咁我去，所以細就有興趣啊，我媽媽要同我唱山歌啊，咁我天氣放埋了。莫看一隻細細嘅地方社團按摩哦，大家睇面的部分，個個發揮自家嘅專長，唔單止自家編戲文、教人做戲、編舞，連舞台套技啊都係人哋自家來做嘅喲。啊，姐姐，也係人做誒？係啊，哎厲害！係啊，是，跟住係枯樹，找睇嘅樹誒，係啊，哎呀，係乜嘅？跟係保秀，保秀，不小心聽到答案。保秀嘅葉誒，係，哇，做嘅環保嘅一個節目有嘛，可以叫布景。我就想講，按你好啦，我要臨時上到嘅，我想，我就做好嚟啦。一般是做低污利用。佢做也如係本單我調係啲東西。我就拜託你用按多少有嘛，用下得個做，
哇，按有才情呢啊！好，你呀按到上夫妹去家做哦。系啊，哇，这来坐眼嚟坐人讲，眼嚟看一下。好，你都按有才情哦。哦，又會做呀，又會做陶器嘛，嗰條會興趣嘛，興趣冇重要。一條阿姐當真十分有才氣，竟然連表演的戲服都係人哋自家做嘅呢。伊能18班武藝路曉，更愛替拍明出規格俾到伊能嘅上集挑戰來本伊能托，佢就係來做model，做定講嘅丈夫來行秀，冇就自家來做米天陽，有一日發展做명품。也係做頓不民工嘅丈夫，來做一出歌舞劇本小朋友看啦。製作團隊會本來就劇情吧？唔會哦，我哋自家自家上，係自家上，從頭到尾自家做哦。如嘅劇本啊、學啊、剪啊，都可以自家做哦。哦，天上很困難哦。因為我特別上次我看人講，有什麼 NG 鏡頭啊？哎呦，其實拍電影也蠻辛苦的，我就想講喊你摸我了。你想你來做，我同佢做嘅，身材也照樣啊，你話先，做嘅嘟嘟好。唔過你也想，我從細年入面一難呢。哦，你叫滾嘢咯，人做得冇？滾嘢，做幾做滾嘢咯？青紅之前咧，邊係要青人嘅咧？這個演員還沒摸我了，滾嘢咧喎。做緊也做得啦，但是可能有限熱的嗰樣。啊，不過你冇講唔係萬人生意嚟咩？做嘅咩唔止講唔係萬人。記住馬道路做家佢過一個站係啊，係冇。他全部去做平。我一般人做平大嘅啦，啊唔過嗰度馬道係冇做家佢過一個站係嘅，係咪做得冇？按多重有線哦，線要重，那只好他自己配合的客服啊。哦，像是傾向，這表話都是唔曉下。我會成唔曉下。係嘛？啊，我上路係因為可以做講嘅上。係啊，因為就擺哦，我兄弟啊做新娘嘅，做嘅事前衣拍嘅婚紗。哦，冇拍咩？你頭擺都冇拍過油啊？希講油用錢咧嚟交單嘅人。哦，做婚紗嘛，都係咪？阿講我唯一嘅希望，我呢個生意要做禮服，啱過從來唔識拍嘅婚紗照。阿講喺真正愛本我嘅願望嘅話，我愛拍婚紗照。這個冇，你冇咗你來哦，喺度吃下你哦。好啊，好啊，好上有好上嘅面嗬，你咩種年紀有呢種年紀嘅韻味。古眼人家是要挑戰呀嘅路。真的是要挑戰哦！啊，眼咧最尾愛有一啲真實的走秀哦。哦，讓他上去了嗰種路行路嘛，吼，唔是公法，好像還不會很難，還很簡單啊。哦，都時間都低哦。外國人嚟講是咩愛學業的阿姐喲。雖然大家平常時路衝衝跳跳，冇路做戲做慣呢，唔過也蠻是愛屯也開路跳到江背去，因為伊哋專業嘅 model 睇行秀家下，唔是講話路展現出自家嘅風格，還個要有表現慎重慎導嘅能力，曉得變出各種 pose， 同時又會曉展現商品嘅魅力。所以，外國人要帶人家的阿姐來同專業的 model 搶高。這樣。嗨，老師。哦，老師好。這是我們帶4位同學來跟老師見面。哎呦，阿妹話，阿姐講，你有冇按過？哎呦，看見愛按就講。因為騙人，即使我愛黑細妹，我覺得哦，因為有人講嘅細妹，我多看幾眼。老師好高哦！你穿的鞋子有更高的。對呀，那姐姐們現在看老師有沒有覺得？對，你們等一下也要穿高跟鞋。我今天可以不要穿這麼高嗎？
哎，可能不行哦。会不会走嘞？马上就知道，我会帮你们准备好。哎呦，那么快哦！加啦，我们有准备鞋子哦。哇，所以我们现在要给姐姐们先换上。哎哦，阿妹按的吃宽的哦，我还个按过吧。你我很来做哦，你我刚休的下做上去。哎呀，要松海，很久无见了。啊，以前吼去做农村的嘞。哎，两三差不多，比看好啊。哇，还好，差不多哈。今天在正式训练开始之前呢，我想要让各位姐姐们先试走一小段，感受一下那个训练前有什么不一样。我先走1号 model， 哎呦，有请1号 model， 叫我最老的先出场，好像不太对，有一点欺负我老人家的。一直 murmur 的 model。好，2号，来。不错哦，丹尼尔很会买鞋子，蛮顺的。3号 model 请出。好，马叔娘才65岁，第一次走秀。4号 model 请出。哎呀，想当初我年轻的时候是穿5寸的鞋子，现在已经超过40年没穿。哎，你们真的很可爱，你们走出去都有独白耶，怎么？你们真的都走得不错哈。然后刚刚慧珠姐有讲说，你年轻的时候还蛮常穿当导游，你当导游，是16岁的时候就开始进入交通界。那时候要穿到很高的鞋子，就是那一段时间都很流行。以前的游览车是我们上车一定就接待好客人，然后讲了前言，讲完客人坐好，我们就开始要唱歌了。如果你不唱的话，客人就说：“小姐，你牙齿痛是吗？还是你是哑巴啊？”就这样，非常辛苦，好严。而且那以前我们的资料很多，就是说地方上的资料，还有我们的歌曲的资料，都是用写的那个。应该不会有留着，有没有带来？很酷啊！哎，姐姐，我们这个我们之后再慢慢看。好，因为我们今天是来拜师的，哈，不要看太久。好，对，然后我们可能就是训练那个姿态，我觉得大家姿态都很好，可是我们可能还是要贴壁训练一下下。贴壁还好，不是面壁。不要面壁，来，刚好我们这样一排，训练自己跟墙壁是合而为一体的，可以靠这2个骨头把它往后。哦，对。有感觉到吗？骨头你稍微往后的话，你的腰其实是会更直、更贴壁的。看起来以从简单的变表训练，乃伫起码5分钟，让人的肌肉捏起来，还开始出汗。通过这种训练，唔但强做得防背噗噗的，还做得更皮抽身哦。调整的运用来去，接下来会议先生行业都台谱，本日的阿姐参考，运用的摆破手。请问老师，为什么他们很多人跳都是这样走？现在很多是那种所谓时尚秀，然后加上脸都没有，对，脸要很臭。但是现在就是觉得，越贵的衣服啊，越大的品牌，我们就是要这样走，其实就是一个风格啦。我们现在也请大家先换上了高跟鞋，所以跟刚刚一样，我们配上音乐加上高跟鞋。怎么走？这个比我穿高跟鞋还可怕，对不对？哦，突然觉得很难，对不对？对。大家再来挑战一下自己，好不好？加油哦！加油！
重点就是大家记得所有定点的那个转身啊，可以再更肯定一点，不要弱弱的那种，有些人转一半，有些人转一点点，然后最后的那个在终点那边呢，就是给多一点。那我觉得眼神的部分还是大家统一的，还是要更加强。有人真的会飘地板。我感觉啊，行路就千万看天来。我当讲哎呦，万一我迄冇注意到，佢有乜个人碰嘅咧？对，我有当讲拍到个人样嚟啊。我感觉摆 pose 好困难呢，做还是做得通苗那一下。啊，你 pose 你冇去训练吼，真紧，冇咁简单，真紧。哎，你素养就卡到那里，所以讲，基比个教下表演呐，人家就只是用求出唔咩一样哦，出两样。我们速成班很快，现在呢，大家可以把握最后机会哈，问一下海儿老师。那我请问老师啊，假使我们在走秀的时候，万一衣服啦滑掉啦，那是要怎么办啊？还怎么处理？在台上呢，一切是自然优雅，滑掉你可以优雅的 hold 住啊，就是用你的动作去补强。那请问不小心踩到了？踩到裙子吗？裙子太长，那我们那时候就只能利用你在每个步伐的时候用力把它踹开，但是你的表情一样要维持优雅镇定。再请问一下，我们如果在舞台上，如果不小心跌倒的时候该怎么办？优雅的爬起来。就是你不可能坐在那边就秀就结束了嘛，对，所以他在台上会要累积一些。你们嘅安顿嘅速成班啊，其實係咩有18個驚訝吼，如果講我講行路咩，結果呢，人家我行路本意哋改專業嘅，改會行路嘅人可能時間，你真件會緊張嘅。啊，我咩有感受到吼，也佢姐姐一開始咩改冇自信，不過經過老師安尼教啊，我感覺伊能改上去提做好來，啊咩進步非常強，嗰時候我改上去。多時間以內，經過自家嘅練習，行過眼嘅真件不以內行修嘅時間，我很用嚟嘅情形係可以上看。因為馬道嘅基本訓練過後，也就阿姐行去請上身風格無相同嘅丈夫來進行最美嘅行修發表，而能上游來到新竹上圈，唔知睇下前面度突破而能自家嘅丈夫模呢？表演者，漂亮的來，是來講客飯堂係什麼？一點點，來客港語，不過我不太會說，我只會這一句。哦。對，因為我哋話想愛個走秀啊，愛人家嘅脫獎嘅衫服啊，你做得人係點按搭配一下嘛？搭配嘛，搭配，沒問題。對，就是可以幫我們找一個什麼主題呀？我可以，那我們的主題來先一個復古風，再來一個街頭風，比較帥氣一點的。那我比較適合怎麼樣的呢？我今天想給你們搭配是像這種。男生的衣服是不是平常比較少穿？很大件的，對啊，這我穿起來就不像阿飛了嗎？你總不按太麻利按粒粒急急，我做定咁寬的。我們來挑一個這個比較特別的風格。這個是古巴襯衫，對，它特別的地方就在於這個4個口袋，還有這個刺繡。對，那我們下面也是配個褲子。我們配個豹紋褲好了。我冇中意，我想講，哎呦，我就唔是做按呢個衫，因為我嘅皮膚按膚。我想我做按呢批用個衫哦，按膚咁好看。這是男生的哎。對，這邊的衣服都是男生的。男生女生可以穿嗎？當然，街頭風就是不限男女。想穿我們就穿，對，只要你敢穿，有何不可？是嗎？沒錯，我們就是挑戰自己。像，我就覺得你很適合這種大寬褲。哇，對啊，高腰，對，高，然後這個就是很顯瘦。那我覺得上身的話，應該要配一點比較不一樣的，我們配一點辣一點點的，好不好？好，可以露一點小肚子，你可以嗎？可以，唔會排泄啊。我咩當香港肉啊，也嘛個，雖然講你上司你嘅身材咩
不过我当好尝试。红一点的好了，既然你们要走秀，我们就大胆一点。哇哦！阿姨，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更街头一点点。我们穿一个男生的 polo 衫，好看吗？很特别。因为我跟你说，我的手背很大，我尝试过很多这种快的衣服的话，这个地方我也觉得更快。但今天这个主题，我们就是要挑战它呀！挑战是要好看啊，真的好快耶！配一个帽子，然后再提一个很街头的大包包，看起来的话呢，就是会很时髦、很流行。你看这样子，蛮像男生的衣服这样穿。我的设计是把它当裙子穿，不好看啊！我就跟你讲，我不可以穿这种，是因为我买过这样的衣服，还有这个斜领的。那个穿起来真的是快到这样看，真的很难看。斜肩的，对呀，这些斜肩的就不好看了。阿姨不喜欢没关系。讲演讲啦，我因为出唔系穿中医啦，像佢的话就都唔好看。但是你的後生人因為看就演講無重樣啊。頭一擺愛吃同自家全無相同風格的造型，免唔得冇辦法嘗試接受。不過經過太多同按到好姊妹嘅鼓勵，大家咪決定聽後生人嘅意見，冇總係愛從頭擺樣嘅來試改變啊自家看啊。頭擺唔係按風用嘅時代，幾多年都冇辦法翕婚紗相片。為到一部也嘅結果，韓國亞旗姐是採貴上音也老公，貼喺托嘅原發婚禮風來做人類行秀嘅最美麗的服裝主題。你看跟我們以前差多少？哦，這麼多，五花八門，漂亮啊！哇，到處都是。哇，这么那我们来介绍一下礼服。然后像这一件的话，有没有姐姐想要试穿看看？这一件的话，上身是做一字领的那个款式。这够大的话，我可以。可以，没问题。哇，几十斤啊！这穿上去真的会不会走哎？太重了。那我们再介绍下一件。那我们这一件的话，我们也可以尝试看看。那它这个也是卡肩的设计。这跟以前差好多，对不对？款式差很多嘛。其实就这件吧。对啊，好，那这件就哎呀，抱着睡觉，说不定这件也适合我呢。啊，这件说不定也适合我嘞。那我等下再介绍更好看的地方。这一件的话，它是属于背心款，然后它也是比较保守型的，那它的裙摆也很大，那你走秀的话也会很有气场。对。太大的话会不会皱褶比较多，容易踩了？不会。那走秀的话，我们都会提供蓬裙。那蓬裙的话，里面都有钢圈，都有撑，对，那都会撑起来，所以你不用担心。好好。我想要试看这一件。可以啦。那这一件的话，它是做透肤设计，那它就会比较小性感一点。对。那它这边的有一个隐藏设计，就是它的后背。是大花背的，对，那姐姐可以试试看，像这种比较特别性感一点的婚纱。那讲来冇做按肉的哦，但是看到个衫稍微若隐若现，我就懂中医，所以就往高配凉啦，配凉是冇按，没有那么露的。对，那它这种的话就是叫桃心领。对，那就是可以小肉相间这样子。试试看啦，一辈子就那么一次了。对呀，我们可以试试看。我是比较喜欢那一件，可是感觉有点太性感了。试试看嘛。没问题，那我们2件都可以试试看，好吗？好。对呀。怎么这么漂亮？怎么样？
按姜笨做的，姜要怎么讲？给你拉。今天都是说，另外一半还在的话，这样会更美、更完美。哈。以上的是讲去做无翕到个婚纱，所以要不要有个婚纱？就印象都嫁老公有冇？阿宝妹，就印象都嫁老公，迄就嫁老公来，你阿边老去穷下做秀，敢袂几好诶？虽然讲烧了一只盘，啊，毋讲也相信佢，当来做嘅事啥物吧，佢才来个表。对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好漂亮哦，穿起来真的啊！想到以前我的老土的礼服，哦，怎么差那么多？不要讲以前了，所以现在就要。其实现在也不晚，对不对？当下，对，活在当下最重要。4个字，回天人呀！哦，真的之前真的好。树木很变很宽啦，提供回来变。哦，真的，哎，很漂亮，真的很美哎。我从来不曾看到他那么美动讲，真的哦，今天呢？以前我都是男的，今天是女的。他女儿说，他第二小时当做是认为他真正的是女的，我跟他相处10-20年，第2次。上唔多讲含有爱的赛事啦，结婚要出3年的吧，加出做个1-2天，个1-2要摸一讲，韩国翕的相要唔好看，唔要讲同欢喜样的。有吗？有吗？现在自己看一下。韩国，我觉得我很美。跟你一样啊。我好婚纱，睇家前几夜后生时节的信心，发现自家还系酱奶奶呀，睇家路冲有种后生的样诶，个个睇路卡练习，咪变到坚持冲专业model诶。一到阿姐，你都爱编出韩国度 pose， 还特别参考嗰度时尚杂志同行秀样片呢。我多了下来啊，我动菜啊，动有信心啦。当时我讲，夹多来嘅正义咧。开始多了下，将一双金门来讲，你迄没先落去穿做个衫嘛？当日穿了大点把人来讲，安样的用样的来讲，唔是紧张啦。啊，练习春日用日天呢。紧张啊，动作啊，你还好很紧张，照片说照3张。跟讲，爱迄种贵族，根本呢要来完成爱43年的愿望。我希望能够保持那样的天气哦，我到处唔会暗热，它一个撞呢也唔会跌的，神梦天国。所以从后台出来，第一个位置在这边。对，先定5秒钟，然后开始往前走。好，我们从玉双姐的音乐下哦。抵达那个定点的时候，脚不要先开，我会觉得你这样每次抵达的时候脚已经开了，你可以抵达的时候走到
然后你要给 pose 的时候才换重心，不要到的时候已经开了。对，你每一个定点再给自己多一点时间，对，多点时间，这就是你的舞台，你就多点时间，没有人会催你的。我发现你每一个 pose 定点你就干掉了，那你有办法继续动起来吗？你在原地轻摆 pose 也要动啊？轻，我觉得因为你 pose 的时候你会整个停下来，对，你有办法轻点啊，继续或转圈。我觉得你刚刚转圈圈很好，你就试试看这个感觉，等下在后台练习一下。中间。所有的人呢，回来，你回到左肩回来嘛，走到这边，你先转回来面对这边，所以不要慢慢的转，你直接走到这边，走到这边，左肩马上转回来，非常好，然后一路跳回去哦，一直跳到那个对，到后台，非常好。然后所有的态度是从这边出来到结束，到你回来，你都不要有松懈的感觉哦，不要荡下来。还有老师，你现在可以演一次给我们。从这边开始来，这边。所有的点利落，正就是正，侧就是侧，还是就是不要。然后转身快，正的地方就应该是给多，对，正的地方应该给更肯定。好多裁判系刚公用的，也好，应该有较进步的啦，上个应该有较听到的啦。哦，有哈，比嘛看都三温暖嘛，三温暖，为什么？去到世界嘅人水我，咁有可能，那咁有可能做得到。啊，後背就洗就一下洗喂，我講一下，哦，唔點樣㗎實，都點樣一下，啊，打用唔啲，要在乎你的眼光了的。啊，後背吃到，不管啦，社會挨媽做得，人嘅挨媽做得。打头阵哦，俩就很多声音的打字炮又讲又好啦，俩就很多提摆啦。你怎么那么会讲啦？随便都有一个如对的我讲的咯。好，做得准备哦，做得录给。哦，马上就踩哦，那你可能要往，不要拉旁边。結果睇下婚紗嗰種地背嘅襯裙睇重嘅，啊，建議呢行會難度啊，嘿，不說更加如何處理。我們先看總彩排有辦法克服裙擺跟那個高跟鞋，對啊，不然我覺得非常的危險。你还 OK 吗？你觉得等下 OK 可以哈，可以，只是很多感触这样。对啊，胸都蛮给。把握当下吧，把握大家现有的，不管好与坏，反正现在就是不要有做有后悔的事情。谢谢你，谢谢。哎，你妆很棒，你都没有化。哇，
我很紧张，比我自己走秀还紧张，真的，第一次这么紧张。然后加上高跟鞋已经是挑战了，婚纱本身的重量啊，跟它整个它就跟时装差很多，不好走。我想要看到你们更多的幸福感。对于人生的任何的感觉都可以，更多你的感觉。就是笑久了就觉得很会僵，没关系，你也可以很优雅的，就不自在的感觉，也可以很优雅，不用从头到尾傻笑，就是很优雅的。正式走秀，加油！大家好，我们是客家天师法用同好比，今日我们有过去拍的企划哈，如果有四个60、70岁的姐姐，他们呢有一个挑战，伊呢去学的正经是唱马道安的行秀哦，刚刚呢都马上来分享伊们的走秀表演。一开始呢，我们是怀旧风哦。首先，我们看到的 model 是玉双姐用松子，伊的打扮非常的强哦，吼，同平常时非常无腔用。伊本单呢，我讲讲哦，安尼还没唔像伊平常时嘅用的哦。可是呢，看是不是非常的美丽？哦，接下来一个呢是小君姐，伊平常时很有气质的哦，哈，会下书法吧，哈，啊又一个又手很巧哦，哈，又会冲狗哎。我今日的打扮如果冇穷用，还很活泼哦，哈，哎。我嚟演哦，文慧珠姐哦，我哋看起来都非常嘅有气势嘅感觉哦，哈，很霸气。我从眼哋入面嘅都皮搭啲嘅一個西裝外套，佢色非常啱嘅西裝外套哦，個搭啲一個洋裝，還個綠色蘋果綠嘅毛嘅哈。哇！一開始咧，一個頭家吼帶到老闆娘一路提小嘅一個紅色、老紅色的洋裝哦，伊做上去咧，大家都感覺哦，很適合他。我搭起一個紅色的皮帶，白色的高踭鞋，我有伊嘅風格哦，真的很有時尚 model 嘅感覺。接下來呢係街頭中心風哦。本單感覺係西拉嘅上副作到西門嘅成風，會有規模圈用嘅感覺。比得出來圈用係眼咧用松子、玉雙節，伊用一個花襯衫，還有日式嘅風格哈，很提神，有規模圈用。第二位 model 小君姐，哇，同頭都係風格，有規模圈用嘅。就用黑個有逆色感的感覺哦，哇，感覺穿了這個心情會很好哦。這個裝扮成呢係無色的，唔過一搭片款係豹紋的褲哦，還有格子的帽子哦，非常有風格。大家都有做到，我覺得，而且他們下來那個自己的表情也覺得自己做得很好，就讓我很感動。第三位係慧珠，再個出場，哇！哦，伊本單呢一個蘋果綠嘅 oversize 嘅 polo 衫吼，伊本單唔敢做，感覺伊做唔好看，不過伊做上去大家都感覺哦幾好，連伊嘅妹都講哦幾合乎伊哦，哇，迄枚拳頭都一點冇用，太酷了。哦，现在才知道紧张。哇！佢一個長梯嗰種去土架咁樣哈，哦，本來很驚講伊唔敢做嗰種要露肚子的哦，結果伊馬上都講伊敢吃哦，哇！哇，花花的衣服哈，上衣。還個寬褲，也係青史行嘅披當草帽。我的紋路也怎麼看都很好看，真的。
婚纱秀要开始了。首先呢，这位是玉霜姐的先生，他先走出场。后方呢就是我们的玉霜姐。咩来先生，我了要本天地来作秀，也心肝感觉样的。感觉同欢喜。因为结婚也有50年，多了下，可以讲结婚了哈。就讲能够再次享受讲结婚的时节的这种心情会值得回忆的。来，小君姐给露骨，你们先喊出来，很帅气的样子哦。还有黑灰如黑，我们的女主角小君姐，老公，嗨，这次的安排喜欢吗？非常喜欢，很乐意跟你们搭在一起，真的觉得有快乐的感觉。老公，谢谢你今天的陪伴，谢谢你，我好爱你哦，谢谢。哇，慧珠姐妹还天天的喊出来。哇，很优雅的样子哦！一开始慧珠姐我也有叮咛她妈妈说，穿婚纱出来不要像小生一样哦，感觉她真的有记牢哦。哦，好优雅哦。今日感觉当特殊啦，一生人也忙是做安这样的婚纱吼，非常欢喜啦，也一生人吼难得的经验嘛。来分享嘅係雅琪姐，哇，係從頭那冇哦，做起咩都冇咁樣，咪係當優雅嘅行出來，很值得。你說值得，值得當然值得，可是你說要圓滿嘛，一半，所以說我大伯講，大家要珍惜，真的要珍惜。我们的 model 4位 model 要一起出来出场。很感动感通，感通的係因為我哋都一路行來做得做，人講嘅正經講一定10年的朋友冇幾多雜，相處一定10年後來完成大家的夢想也冇幾多雜，很值得。我是真的我來講我。懂珍惜我們這個團體，我真的很珍惜。我說真的，謝謝有你們，真正係人生心態的回憶啦。睇下我相信我40年都同樣很滿意。有真的當感動心肝都想講，哎呀我好多歲70歲還有好本來，哎呀，終於講我走出了強壓個。我哋成年吼，有安有機會參加呢種按當然講那種 model 嘅做秀吼，乜嘅也唔是人談講乜嘅冇達到嘅目的嘅，我有呢隻做秀我是當滿意的。喊那個地方，謝謝你們花樣同學會。最後，我們請我們的所有的模特兒 model、我們的秀導海兒老師，還有工作人員，我們一起出場。還有玉霜姐的老公，還有小君姐的老公，還有我們勞苦功高的海兒老師，還有我們的造型師，還有戴朵老師，還有我們的助理。走秀圓滿結束，來賓。